世界万代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今日本土确诊551个，这已经破旧年上悬的纪录。随望咱游园会使讲控制了袂歹，总是阿中指挥官今仔嘛讲，到月底拍算的高一日1000个，咱一直咧讲。 疫情结束进程，一定要有一条确诊者冲悬到紧绷，才豆豆啊降低的这个曲线。咱即马在经历这个过程，病毒轻症化，过来3项代志需要来关心。第一，轻症患者伫厝静养隔离，咱的医疗量能甲药啊敢有够用？嘛，搁安怎互需要的患者摕有药啊？第二，后摆解除隔离，咱需要定快筛剂敢有够用？ 疫情起头的是，咱有翠安国家队，即马是毋是需要快筛国家队？第三，这家长甲阿土啊，即款做老师的上关心，也就是学校内底出现确诊者，停课的标准安怎放卡令？面对疫情即马的发展，这个问题，咱同齐来关心。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研究院生医所何美香兼研究员，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洪德仁常务理事，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丁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今仔日这个本土确诊是551个，这是破纪录哦。另外嘛有立委也确诊吼。 咱的台湾感染症医疗协会的理事长黄立明讲吼，对 RT 值来看吼，这礼拜就可能会高一日破1000个，总是这甲检验的量能有关系吼，有可能佫发生情绪后补的状况，另外嘛有这个看无的状况吼，即马病毒轻症化吼，咱需要采取这个居家照护的新措施，即马有一个。 健康益友的 App， 这个 App 会使提供规工的医疗服务，另外，互医师会当伫线顶来看诊吼，佫会当甲药啊送到你的厝。即马居家照护需要济药啊吼，阿中指挥官讲已经要70万份咯。另外，咱的快筛剂吼，阿中嘛讲要甲这个快筛剂的量能有较悬的，要甲价小压伫200块以下。 高风险的地区会使为这个中央政府来申请吼，疫情拄开始的时阵，咱有翠安国家队，即马咱有一个快筛剂的这个国家队吼。另外，若是确诊者愈来愈多，学校会有这个停课的需要，这个停课的规定吼，较早是2个人确诊，规个学校都爱停课，即马是。 1/3的班级有确诊者，才有要来停课。较幼路的规定，咱稍等来讲。大先先看今仔日疫情记者会。本土病例是551例，那境外一路是112例。即日起就是将这个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在隔离或检疫期满前第10天的采检，都改为快筛。高中以下的学校。 如果有1/3以上的班级，或全校达到10班以上，这种班级是已经在实施暂停实体课程10天的，该校得实施全校性的暂停实体的课程。大学校院的部分它的组成特别是以学校有1/3以上的科系所的班组，已经要来实施暂停实体课程10天的这部分，这样的学校得实施全校。 暂停实体的课程，该校的教职员工生来进行自我健康的监测。好，观众朋友，咱看到疫情有新的发展，这个措施嘛有新的措施吼，主要是要互大家唔免惊吓。咱大先来请教何老师吼，老师较早一直有咧讲哦，一定有一个确诊人数冲悬的这个过程吼。迄阵我嘛有惊到啊，即摆看起来都是亲像老师所讲的安尼吼，咱需要烦恼无？伊个老师你安怎看？
哎呀，这毋是我讲的，我讲的是千个较悬，这是开始尔。我用真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即卖现况，就是讲这叫做有控制的低度传染，这叫做低度传染。这绝对毋是讲冲甲真悬，毋是讲什么高峰是，迄距离还佫足远的。是安怎安尼讲？咱若想讲吼 ，BA1 甲 BA2 这两个传染的能力足悬的，差不多R 值差不多在10以上，啊 BA2 佫比 BA1 佫较悬。但是因为咱即阵台湾这两种的病毒吼，同时拢有咧传染，所以咱就要较小去注意一下，两个是无啥共款，但是伊斗阵拢会踮咧咱遮斗阵传染的即个状况吼，咱安尼会当控制讲每一天增加的，就是比昨昏毋是讲今仔日。毋是两倍安尼增加，基础成长。对，安尼是叫做有控制。安尼咱慢慢啊来，因为我是感觉开始的时阵吼，所有的防疫人员吼，伊敢若爱去小可摸索一下，爱知影讲啊，即马即个 BA1 还是 BA2 踮咧咱台湾吼，但安尼咱即个情况以下吼，伊是安怎咧传染的是偌紧吼，伊即马咧收集即个资料，啊，再较放手。伊即阵对我的观点来看是真保守的防疫的政策，性格是真保守。伊即马做的工作足济，大家拢足无用的，爱注意讲吼，看起来敢若袂歹。因即阵可能想讲，看起来我有咧控制，那么爱咧防香港的时阵，嘛是开始看起来有咧控制哦，但是。时间若到，伊要开始要爆冲了，就要爆冲。所以咱爱真注意即个代志，袂使吼，甲所有的量人拢用甲伤紧绷。啥物叫做量人？人啦，吼，咱医护的人员、基层的人员，足济咱足济资源吼，拢爱算我清楚啦。因为即马啊，佫是共款，轻症的人吼。轻症的人袂当踮咧厝的，伊即马还袂开始嘛。伊即马是踮咧防疫旅馆，还是踮咧即个检疫所安尼吼。伊即个量人嘛是爱注意啦。所以这还佫真侪代志，咱距离讲正经咧爆冲咧高峰的时，还佫足久的。老师也就是讲，无法度永远拢维持一个有控制的传染程度。应该无办法，应该无办法。虽然吼有一寡天然的条件吼，是对咱有利吼，就是讲即阵天气较温暖一点嘛，吼，这是对咱真有利，真有利。但是嘛，因为无即个经验嘛，外国无即个经验，讲互伊安尼慢慢啊开始，你看不管倒一国，拢是。快，就管了。对，因为不管是新加坡，咱感觉做了上有控制，伊嘛是真紧就起嚟啊。好，咱来请教洪医师吼，你伫医疗第一线现场来看，即摆疫情是安怎？以及注预防针的人有较侪无？大概就主持人讲的吼，基本上较近的病人应该伫咧第一线吼，就互咱这指挥中心。框列起来了，是，所以一般咱看的拢是差不多感冒的一寡症头的人，再来到咱的诊所。啊，对这内底要该查出伊是毋是跟 COVID-19 有关系，这某一个程度吼有伊的困难度。是，所以政府无论咱的中央指挥中心，或者是地方的卫生局，拢有。提供一寡公费的居家快筛的试剂，吼，是，互咱诊所。啊，希望咱诊所呢，互看到病人有怀疑的时候，另个会提转去厝的来家己做快筛。简单讲，一个大原则，就是讲有症头先快筛，阴性再来咱诊所就医。是。若发现讲是阳性，咱就。用家己的交通工具去病院来做进一步的治疗，这大原则应该是正确的啦。所以，离咱台湾差不多有将近2000几间的诊所已经有咧发这种公费的这快筛的试剂。
哦，所以基本上迄个量吼，已经分布伫咧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镇拢有啊啦。是。啊，若是有这需要，咱就甲诊所开喙。啊，若无的时候，就去卫福部吼，迄个网站去找即个叫做提供公费快筛的地图，就拢摕得到。吼，这是一个我感觉真重要的一个防护吼。啊，拄啊何老师讲的，不只是互咱的民众家己确定讲，啊，我是毋是有感染着？愈重要就是讲，互第一线的医疗、护理即寡照顾人员吼，是。莫讲安尼暴露在一个风险当中啦，啊，所以用咧尽量来就医的民众，拢是加较确定讲无迄个传染即个 COVID 的即个可能性，安尼我相信这2年的医疗量能可以维持。啊，即马注意风下的状况是安怎？啊，预防下的部分吼，这物件咱台湾讲起来拢是一个叫做一窝蜂啦，啊，看了啊，去年5、6月吼，啊，迄个德塔病毒遐尼严重，哦，大家就抢要注意一下。哦。啊，到我一个阶段，啊，伊又搁冷去。是。啊，所以今年差不多3月前后吼，迄其实是足冷的一个时间点啦。所以冷啊到吼，咱中央指挥中心伊提供的这个疫苗的这个预约平台吼，大概预约率吼是量能的大概15%到20%啦。所以干脆3月底吼，这个预约平台中央就甲伊取消掉。啊，阮迄阵有建议台北市大区有一个预约平台，4月份就开始提供这服务了。是。但是预约的情况还是不好。哦。还是大概维持15%到20%了。是。啊，拄我即阵啊吼，拄我讲的，啊每一工拢是300个、400个、500个，甚至说不过愈多的这个确诊的这病人啊。所以大家已经有转来要注意一下。啊，特别。咱对国外交咱台湾本身的经验拢看会到，年纪大的长辈，若有慢性的病，啊，即个慢性的病定毋是干那一种，有几落种，啊，伊若佫无注疫苗的时候，即个人拢有可能变作是中重症的可能性啦。哦，相对吼，伊的往生的一个情况会非常大。是，所以即阵啊吼，咱中央政府也好，啊个地方政府佫加码，譬如讲啊，到5月底进前吼。啊，每一个啊，这个65岁的长辈，无论你来注第1剂、第2剂、第3剂，拢袂要紧，你有出来注射，中央就甲你，互你一个奖励金500块，啊，咱台北市政府搁再补500，啊，所以等于500加500，1000块，是，嘛是有一个啊吸引长辈出来的情况啦。啊，有效果无？以我诊所的情况啦，吼，差不多，即阵我的诊所一工差不多疫苗差不多是60到70剂。哦，这内底吼，差不多1/4吼是咱65岁以上的长辈。哦，但是呢，内底佫有另外一部分，我嘛感觉讲真讶异啦，不可思议吼。啊，佫有迄个少年囡仔，即阵才注第1剂啦。哦，嘿，啊，迄第1剂我大概问理由，伊讲啊，进前听讲有遮侪副作用啊，啊无注嘛袂要紧啊。啊，即马因开始发现了讲，真若无注射的时候，有可能伊的空气吼。职场有要求，伊的职场有要求，是啊，无呢，伊要做工课啊，伊要活动，伊会受到限制啦。是，所以即款少年囡仔吼，即阵确实也出来做足多，第1剂、第2剂、第3剂拢有。啊，我是特别鼓励讲，若有可能的时候，即阵每一种的疫苗吼，拢证明讲是叫做利大于弊啦。迄真正爱做啦，迄副作用拢用咧控制啦。所以来注料保护大家，嘛保护咱厝内底的人。啊，保护咱规个社会，特别是即寡长辈吼，确实是有需要大家来共同鼓励吼，来帮助因用来完成3剂疫苗的接种。是，观众朋友紧注意风声吼，遵守无要保护别人嘛，无要保护家己，为着你要世界会当去吼，嘛着爱注意风声。咱即摆来请教叶医师吼，何老师拄则讲的，别个国家吼拢是确诊人数一时啊就冲足悬的啊，啊，这吼，互我想到一个问题。这是控制袂调，甲控制无好，应该是2回事吼。咱看到不管是英国啊，还是香港啊，这控制袂调，甲控制无好，请叶医师来分析一下。我想控制上好的、上强的方法是中国的做法，甲伊封起来。啊，即马嘛看到封起来嘛无效，所以应该是控制袂调，对。啊，咱来看英国，
伊这是 BA.1 Omicron， 对，这称甲足悬的，一天上悬到20万人，是，对，安尼就落落去，即马佫小可称悬，这是 BA.2， 但是因为 BA.1 的人足侪，所以有这个保护力，甲 BA.2 佫压落去啊，即马是较低啊，低有够侪的对，所以应该是无问题，但是因为资料甲阮讲的一件代志，就是医疗的量能无问题。死的人嘛无较侪，所以1月到2月，因拢做这个死亡的人的分析，伊看到伊的数字是比5年的平均佫较低，所以 Omicron 对因的死亡的人无称悬。是，嘛医疗量能嘛无问题。而且因讲是防疫措施完全拢放零吼。伫咧寒人的时阵足严的。是。对，喙暗啊，这物件拢有咧做。是。但是因看到这个数值，就是阮的医疗量能甲死亡的人无较悬。所以伊就放互伊人去。是。即摆看到嘛是无问题，放互人以后，数字无称悬，死亡的人嘛无较悬，佫确诊的人咧直咧落。是，好，观众朋友，即马病毒来轻症化吼，针对这个轻症化的这个现象吼，咱即马的这个防疫措施要改做居家的照护，这个报道咱同齐来看。打电话关心伫咧厝内居家隔离的民众，嘛确认因身体情形。这是新北市当地进行的居家照护计划。市府除了甲检疫隔离关怀中心升级做 COVID-19 居家照护关怀中心，29间区公所嘛同步成立区级的关怀中心，伫第一时间来协助居家照护的民众因生活相关的事务。有慢性病的人在之前要做分流。我们接到确诊的时候，就要做好健康评估分析。现在指挥中心规划65岁以下轻症甲无症状的确诊者，因的居家照护嘛伫要起过。未来确诊者伫咧厝内隔离需要用到的药啊，嘛爱由药师来到配送。不管健保药局的药师用什么方法，24个小时内一定要送到这个民众的家里门口拍照，并且打电话给民众，当场教导他如何使用这个药物。今嘛本土疫情食力，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伫咧公布节目表示，目前包括北基桃是属于高风险的所在，上北不明感染源较侪。以现阶段疫情发展的趋势来看，4月底过一天新增加上千例确诊人数是有可能发生的。因外界反映讲，快筛试剂唔若贵，佮买无，伊佮保证讲价数是愈来愈俗，而且一支会降到200块以下。未来我们如果开始启动我们的购买或征用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价格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原来这个价格那是完全是一个市场的机制所形成的。但市长表示，北基桃已经列入去高风险的地区，当一大家人的爱心体检效果袂歹，分买20万支的快筛试剂，筛出44个人是阳性 ，PCR 体检验出38个人，对社区防疫是有帮助。12暗时嘛，甲其他高风险的3个县市联络，希望因买当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简单讲一寡即个居家照护的即个原则吼。大先居家照护就是确诊者甲当大的人吼，会当伫厝内来隔离，也是检疫，总是有3项人吼，掠外后就是你若是较济65岁，也是你有心，也是有咧西药剂即款的动症的，都无符合即个居家照护的原则。第二个是即个。一人一个房间吼，当这是当大的无确诊的人吼，未结加是到4个人。这个照护隔离期满了后，确诊者就要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另外，当大的人吼，要有7天的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是啥呢？就是禁止去人济的所在啊！你若去看医生，爱讲你的旅游史，而且你爱逐工记录你的接触的人员。即马有一个健康益友的这个 app， 大家会当去手机内底的 app 内底来找吼，来download，伊会提供这个专工的医疗的服务吼。过来，咱来看。即个你若是伫居家照护期间吼，有一寡身体若出现状况吼，你就爱家己爱注意哦。
头一个是你若是大心溃啦，啊是意识无清楚啊，啊是你的皮肤啊、喙唇、指甲反乌，你就爱联络警察局，啊是卫生局，啊是讲卡1922吼，总是这个。若是联络的时阵，咱嘛会烦恼这个量龄的问题，所以拄则一直讲这个健康益友的 app， 若是download了后，你就会使去面顶去挂号吼，医生会提供这个线顶看诊的服务。过来，咱即马居家照护期间吼，若是无确诊的人是居家隔离吼，就爱有这个未接触的第一天开始。有这个10天的这个居家隔离的期间吼，第10天爱做一个快筛，其实这中间拢爱做快筛啦。总是这第1天到第10天，若是出现症状吼，就会安排做 PCR。这个10天结束了后，会有7天的自主健康的管理，伫第2天、第4天拢爱快筛。若是确诊者是居家照护的这个检验吼，同款10天了后，头1天是 PCR 确诊了后，到10天若是拢是轻症，第10天做一个快筛，然后是自主健康管理。同款第2天到第4天有一个快筛，咱来请教何老师吼，这款的方式显明咱需要足济的快筛剂吼，咱安怎处理，以及即马咱敢有够压力？这个是我足早就一直咧讲啊，咱差不多爱1亿剂的快筛。哦，1亿，1亿。是。所以迄阵我就咧呼吁讲吼，咱家己国产的，咱就爱家己叫伊唔通过出口，得留在家己用。所以快筛这个是真重要，但是这快筛嘛爱有分做。看起来吼，咱政府准备用快筛这用法，就是来看讲。你会当解除隔离还是袂使？是，干那安尼用安尼尔，伊并无用快筛来甲你帮忙你吼，来确诊病人。哦，伊即马这每一个人吼，伊即马花足济时间来做这个代志，安尼做我是无问题，但是这工作足济，因为。爱快筛，爱上传，爱有人咧家己追踪，讲即马是安怎吼？这是真繁琐的代志啦。但是即马而且真长，时间真长吼。因为咱知影讲 Omicron 你若有注射的人吼，有注意放射的人，伊的镜头实在是较短啦。吼，差不多平均差不多6天尔。这个Delta差不多8、9天吼，中位数搁较低一点嘛。但是虽然这个文章是无甲咱讲到底伊有当传染嘛，无传染，伊敢若讲镜头啦吼。但是咱知影讲有镜头的人，大概无镜头可能传染的机会就较低啊。因为咱即马共关遮久，就是惊讲你外口拍走的时阵，搁传染给真侪人。但是咱嘛爱知影讲吼，这个时间这个 Omicron 传染的这个时间吼，你若拖真久的时阵，你若拖真久，我讲一句话吼，佮讲一遍，你若拖到年中吼，差不多8、9月的时阵，你发现讲台湾确诊的人数吼，无到3%还是5%的时阵吼，你就较麻烦一点嘛。哦，这安怎讲？因为安尼就表示讲到时吼，咱大家因为咱即马做的预防针，到迄阵拢已经拢无即马寒天要来的时阵，这个病毒那毋是新的，就是即个旧的，毋是新的，无讲新的变异种，就是即马的 Omicron， 嘛是共款啊。伊伫寒天的时阵，大家拢会搁较严重，所以其实我顶遍就讲过吼，咱有注意防射的人。你若有真健康的时阵，有一点Omicron 的传染的感染的时阵吼，会帮助你的免疫力。咱若有足够的人吼，有即款的有注意防射，佮有一点传染着的时阵吼，你有群体的免疫就会较好一点嘛。因为变讲咱爱注意讲，咱爱注几当下。你即马 Omicron 若传染的人真少的时阵，你势必到
冬天来时，你就爱叫人去住第4栋。哦。咱就看第3栋吼，咱即摆用上重要就是75岁是大人，伊吼住3栋的吼袂歹，差不多5、6成，即摆可能50几趴，伊要接近6成。但是住2栋的，不管是安怎，敢若7成几尔。伊就一直无咧增，即摆毋知影讲即几工有增加无啦吼？你就知影讲毋住的人就是毋住啦。所以遮的人到时你要叫伊去住第4栋的时阵，伊就上重要是遮的是大人啊，对无？伊就是高风险的人啊，所以。我即摆我就一直咧想即个代志，真麻烦的代志，所以咱可能爱过来调整一下。即摆就是我拄仔讲啊，即摆开始，我们可能在开始踮咧咱的社区咧传染，咱互即个防疫的人员吼，指挥中心吼，有一点仔时间吼来感觉讲即摆安尼传染的速度，咱控制的速度，但是互因袂使讲伤久啦。当然嘛，有一个可能就是不管你安怎控制，嘛是控制袂掉，这嘛是有这个可能啦吼。这我就唔知，若控制袂掉的时阵，迄就真麻烦，就是讲你就爱有准备，你随时拢爱有准备讲，我安尼来控制，你拢感觉逐工安尼拢袂歹，一工加一点仔，加一点仔拢无要紧。但是你一定爱有一个变应的，迄个变应的办法，就是讲，伊即马若暴增的时阵，我要安怎做？是，好，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伊不管你习惯要安尼慢慢啊行，你即马安尼行一个，我无问题。但是吼，就是敢若拄仔叶医师咧讲的，迄是控制袂掉，有嘛有控制袂掉的可能吼。所以，因为咱台湾安尼来，互伊慢慢啊行吼。别个国家无啥物有即款经验嘛，我无啥知影，因为我拄仔我讲，咱有一个优势，就是讲咱即马天气较温暖。好，咱Omicron发生的咧国家，遐暴增的国家，拢是咧冬天。吼，你看冰岛，你看丹麦这2个国家吼，伊个确诊的人吼是全人口的50%以上呢。是。因为迄阵咧冬天嘛。是。但当然，所以对咱是有一个优势啦吼。所以我毋知影讲到底未来是安怎，但是一定爱注意讲吼，伊若开始咧暴增的时阵，咱遮爱做遮真侪工，防疫人员吼，拢已经做真侪工，咱的防疫旅馆啊，已经满的时阵，你要安怎应变？是。所以即马看吼，新北市。伊要试做吼，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咱就爱好好来看看伊要安怎做吼，甲迄个记录出来，就讲安尼成效是安怎？是，我是感觉安尼做是一个明智的，一个是真有智慧的。的做法是好，咱来请教洪医师吼。若是确诊者愈来愈侪，大家开始在居家照护的期间吼，会需要医疗的服务啊，会需要食药啊。咱拄则讲这个健康药友的这个 app， 这个掠外也有啥物方式，民众会当找到这个医疗的院所来提供线顶的服务咧？是，你咧我要报告医疗用的准备的工课进程吼，我当然有一个感想啦，就是何老师讲的。因为咱国家这个防疫的战略啊，是要清零啦，要清零。但是咱的战术吼，拄仔讲的，佫挡袂掉，所以迄个量有可能会增加。但是咱佫你讲的公共卫生、生活上咱爱做的代志，咱拢做足好的啊。咱的民众口罩啦、洗手啦等等，这大家拢会注意。所以何老师拄仔讲的，伫咧外国的。特别咱莫讲远，就讲咱最近东亚即寡国家，像新加坡、像香港，还是韩国，甚至中国，拢是Omicron的时候，迄是挡袂掉的。伊一路会爆冲，是一天香港来讲700万人口，伊一天落我都确诊3万5万的这数字。当然，香港伊有做一个防疫的这个动作，伊做全民的普筛啦，所以迄量会冲足悬的啦。但是新加坡嘛是共款，就代表讲。Omicron这传染性足悬的，所以相对你要用各种的方法，要甲挡掉，有伊个足大的困难啦。咱台湾拄仔讲的，咱拢一直咧做足好的，所以呢，咱一天拢是开始几十个人、100个人、200个人，即马变500个人等等，大家看到迄数字是足多啦。但是相对咱来看香港700万人口，台湾2300万，人因伫上侪的时候，一天冲到5万以上，咱即阵。一天本土500个，
你看是人的1%尔，所以后壁一定会挡袂掉会冲关，但是这个冲关是咱要希望讲用时间来换咱的准备，也是讲因为咱个共款，你咧战略交战术，我感觉有小可矛盾啦。虽然总统有甲咱讲最近的防疫的大方向，就是重症要清零嘛，啊轻症就好啊管理，啊然后呢鼓励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生活，迄就足清楚的嘛，迄是要解封嘛。啊，但是问题是，咱有足侪代志，佫足惊讲伊一路冲迄个量出来，所以我相信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拖真久啊。拖真久对咱是有利啊不利吼？某一个程度，只爱疫情指挥中心去做一个较专业的评估，咱嘛爱相对来配合。第二个部分，就讲啊，居家啊开始伫咧做照护啊，居家伫咧安尼即个管理的时候，咱伫咧准备上。爱有啥物物件来注意啦？咱其实我家己有个人的经验，啊嘛看到咱卫福部的一寡规定啦。我先讲卫福部的规定啦。卫福部是希望讲吼，每一个居家照护的这个个案吼，拢有法度有一个24点钟吼，会紧急医疗的服务的这个电话提供互因。这个一定卫福部有交台湾急诊医学会来做合作。第二部分吼，就是提供吼远距的一个医疗方案啦，拄啊主持人有讲咧，健康益友这 APP 吼，用个提供，互有需要的，伫咧做居家的即寡民众，伊若有小可无爽快的时候，用个对即内底找到伊上方便、上近的医疗院所提供即个服务。是。第三个部分呢，伊要提供一个就是讲拄啊讲的区域的一个概念啦，啊责任分区的概念，吼，有一个医学中心做 leader。交地方的诊所来合作，所以亲近也是较轻的镜头，这个就互诊所来提供服务。啊，若真正较严重的，就经过这个初步的判断了后，用个送医医学中心去接受较好的治疗。啊，我再刷落去吼，啊，这个确诊的个案吼，伊的居家照护吼期间吼，他如何取得用药，吼，这个配药的一个模式。有爱风险。啊，因为这个制度吼叫做居家。诶，迄个视讯的一个服务吼，毋是即阵才开始的，伫咧今年都已经开始啊。啊，不过今年大部分拢是病院咧参加，是。到旧年的时候，就鼓励诊所也用个参加。到今嘛为止，地区的诊所嘛，诊所拢用参加。吼，啊，到今嘛即个时间点，咱台湾全部西医、中医交牙医吼，有2万外间的诊所。全部有10800间左右，已经是咱政府指定用来提供这个视讯诊疗的这单位啦。哦，那以我个人吼，你咧对去年开始的这经验，某一个程度吼，我感觉是有一个价值啦。吼，譬如讲，我有接到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敲电话指派讲，甲我问讲，洪医师啊，你咧天母吼，有一个啊，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病人吼，民众。伊对中国过来，转来，伊咧塔加讲，啊问我敢有愿意用视讯的方式哈提供他的服务。是。那当然，我就要跟他答应以后啊，按照他的规定啊，跟这个个案取得联系以后，啊，迄阵足简单呢，无这个叫做健康益友 APP 啦，迄个时间佫无，所以阮就用赖啊，彼此建立一个赖的一个这样的视讯，啊，甲这个民众讲，我等你10分钟了后。就要叫你用视讯诶，这个诊疗，你准备健保卡，准备你的 passport， 吼啊，然后有啥物功课，你伫是线上甲我讲，啊，我就对这个做记录，然后共款连我的病历有做详细的这记载，啊，然后开我的药啊，啊，我有甲伊讲，啊，你伫咧我的门诊的时间，请你厝内底的人摕你的健保卡，交你的证件到我的诊所来摕药啊。啊，然后付挂号费用啦，还是其他部分负担等等这所有费用。是。然后中间若是有啥物无爽快，用个随时交我联络。所以这个服务事实上，伫咧去年度已经就是开始建立了足完整的。今年度我都加上这个叫做健康的这个 APP 吼，益友 APP 吼，我相信伊用个发挥的功能吼，会比过去更多。特别是吼，我的印象啦，伫咧3月初吼。全台湾居家隔离的这个民众已经34000人啊啦，
34000人，34000人。是，我相信伫咧这个时间点啊，伊的数字应该会超过4万人啦。是，所以这个全部要甲放的吼，拄我讲的，确诊的民众要放在医院，即嘛是咱即嘛的政策嘛。啊，是要放喺踮咧检疫所，还是防疫旅馆，迄种放袂落去啊啦。所以基本上，咱爱开始分流啦，一定是重症吼，还是讲中等程度的中重症，才有需要用的医疗量人啦。是。啊，较幸运呢，即个咱台湾到今为止吼，即个专责的病房啦，吼，还是讲迄个隔离病房吼，总共有3646床啦。即阵空床率啦，个人用的68%啦。哦。啊，然后呢，咱的防疫旅馆有哦吼，有402床啦，这7.5% 是空床啦，就代表用满啦。所以轻症的部分已经满啦，重症的部分，咱的医疗量能够低的。哦。所以你这个分流了吼，中重症才有需要去病院。是。啊，轻症你就踮咧厝的，家己来做自主这健康管理，叫照护。啊，有需要医疗的这个协助。咱就启动远距的医疗跟拄我讲的健康益友 APP 吼，我相信这应该能够做好服务啦。是啊，至于后边要哪提药啊？因为这个媒合的诊所吼，是这个民众伊住足近的所在啦。啊，基本上搞不好这个过去这个诊所的病人啦。是，所以伊厝内底的人嘛应该了解这种诊所啦。啊，咱台湾大部分的诊所拢有咧做。聘请药师来做调剂，所以无论伊过来诊所摕药啊，还是讲诊所开一个迄个处方签、处方释出去社区的药局去摕药啊，这应该拢做会到啦。是，可能理论上啦，需要讲用啊到，请社区的药局吼，药师到病人的迄个民众的厝内底去送药啊，这机会应该是足少的啦。所以基本上咱莫去增加吼，看起来是。改成迄个帮足大忙的一个服务啦，实际上这种是足耗费吼医疗量能的一个人力支出的一个服务啦。论真厝内人会当伊用个算来帮助大家，伊就来帮助大家啦。啊，所以用现有的这个系统，特别我拄啊一直甲大家报告就讲，这个区域联防的概念啦，上基层即寡有参加拄啊讲的，愿意提供远距医疗的即寡诊所，大部分拢是社区的诊所。社区的家庭医师，啊，这交病人拢有熟悉，啊，敢有可能讲伊厝内底的亲友来过来摕药啊，啊，然后用个提供的服务，唔能够再动用讲要叫诊所的工作人员啦，还是药局的工作人员，过来亲自去配药去，迄实际上，伫咱台湾我感觉不是一个好的模式，特别吼，咱的医疗法还是药师法相关的法是有规定哦，这个药师才能够调剂哦。所以，你在外国咱电脑看会到哟，迄用的叫迄个通路的系统去配药送到家里面去。这个除非是咱的疫情指挥中心用法律的一个事宜哈，说紧急状况是可以不必有药师的一个调剂跟说明就可以配药的，这个才是合法。不然这个流通的这个模式，咱台湾是行不通的。啊，咱有足好的社区的药局、社区的诊所，咱就好啊用这个系统。来为咱的国民来服务。是，好，观众朋友，咱今麦来看世界各国吼，这个居家照护取得药的方式。伫美国吼，你是摕药单去这个连锁的超市，也是药局吼，摕口服药。伫纽约吼有免费送到厝的这个服务。伫加拿大同款，你会使伫线顶看医生，啊，摕到药单去药局领药。伫南韩吼，同款线顶看诊，3点钟了后会甲这个照药单送药啊到你的厝。伫纽西兰同款，不过伊是有提供免疫力较低，也是抵抗力较低的这个人吼，会使来看诊啊，摕到药单甲摕到药啊。伫新加坡，民众需要摕到药单啊去。23间官方指定的这个诊所吼，来摕到药啊！啊，台湾咱拄则有讲过哦，大家会当这个去download这个健康益友的这个 app， 透过线顶来看诊，来摕到药单，搁来摕药啊！厝内的人会当摕健保卡，
代替这个有确诊的人，也是在居家照护的人去药局摕药啊吼。咱即马来请教叶医师吼，伫英国的做法是安怎咧？对，这个药的部分其实甲美国、甲韩国、甲台湾以后嘛，就成的。是。就是迄药会送到你的厝。哦。因的药是有这个 CMDU 这个特别的 unit 来去负责的。是。对。因这个政府的部门啊，会甲药送到每个社区，到需要的人。对。你会使用2种方法去摕到这个药啊。一个方法是伊会送到你的厝，那么第二个方法是你叫你的家人代替你去摕。是。对，所以其实应该爱避免这个确诊的人去出门，对，因为你出门就较有可能把这个病毒传给别人。是。对，所以送到厝的是较好的一个方法。这是英国的药物的这个标准，所以伊有2种的这个口服药物但是你也爱符合这个4个这个标准，你爱12岁以上，你爱有遮的镜头，你爱有镜头，你爱有遮的问题第4个就是你爱确诊。对，满足这4个这个标准，才会使用到这个口服药物这个药是送到你的厝。哦，是。观众朋友，咱看到世界各国吼，有这个送药啊的服务，主要是要零接触啦吼，因为这个确诊的人无愿意吼，互伊甲这个病毒传互别人哦。这个零接触的概念，事实上，若是居家照护期间，大家人伫厝内有缘做会到吼，嘛会当代替你的这个厝内的人去摕药啊，再放伫房间外口，互伊摕，这拢是做会到的。未来若是确诊者愈来愈多，学校会拄着需要停课的这个问题吼，停课的规定，咱即马同齐来看。在囡仔到学校摕物件，就随离开。校园内敢若看到人员四界小岛。花莲的明义国小因为有4个学生确诊，4月12到15全校以封性停课。因为我们是避免这个扩散的风险。那昨天晚上呢10点的通知呢，我想有点急促，也有点仓皇。本土疫情滚价，全国停课的学校恐惊搁增加。卫福部长陈时中证实讲，即马2班以上有师生确诊，全校的停课的标准放零。那现在基本的概念大概比较着重以班为单位，那有大规模的班被停止以后，那全校才会停，尽量不要影响到正常的教学。教育部11邀请各县市的教育局的处长参详。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辉表示，大家拢赞成调整，不过各地疫情甲紧张的程度无同款，以学校师生确诊或者是课例的标准做例，台南市会按照即卖方案，搁再小可调整。原来会说那全校就来暂停实体授课，或者是比较大规模的，那这个部分列为修正。那大概1到3天，那以台南来讲，我们可能会暂停实体授课呢，是用2天。陈新辉强调讲，要停几个班，袂当用数学公式，该看家长的心理感受。若有确诊者，课例无严格，家长嘛是会请假观察。未来按照教育部指引精神去配合，也毋望中央尊重地方家己调整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讲，即马的这个停课的规定吼，今仔日指挥中心有讲哦。该做用确诊的学生来做核心，若是出现这个确诊者吼，规个班级就先停止实体上课，来进行疫情的调查。这个疫情调查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接触者甲密切接触者分出来。若是讲全班拢是密切接触者，就要停止实体上课10天吼。若是讲其他的人毋是密切接触者，这个疫情调查完成了后，1天到3天，这个中间完成了后，就会使恢复这个实体的上课。这是高中以下的做法。若是大学就较简单，就是讲。若是出现确诊者吼，就做这个疫情调查，停止实体上课1天到3天，1天到3天了后，若是调查出来有这个密切的确诊者，才够进行PCR， 其他若是无密切接触者吼，就做自主的健康管理，会使够开始来实体的上课吼。若是规个学校停课的标准是安尼。
高中以下，若是有1/3的班级吼，也是讲规个学校10班以上停止实体上课到10天吼，就会使全校来停止实体上课，用线顶来上课。而且学生甲这个老师啊，也是学校的职员，爱做自我的健康的监测。若是大学以上吼，同款1/3的科系，若是讲停止实体上课到10天，会使全校来停止实体的课程，来改来线顶的上课吼。咱即摆请教何老师吼，看起来这个规定有放卡令啊，总是安尼做了后。赵老师的看法，敢有可能犹原维持迄个控制疫情，无互伊拖到足严重的状况？这我看起来是真高工的代志。哦，不管是大学还是高中、初中甲细汉囡仔，我一直感觉看无啥有的，就是讲以我的观点来看吼，因为小学的学生是无注意phòng舍。哦，初中以上的是有注意phòng舍，啊，看起来住的迄个覆盖率嘛无低啦，袂歹款。所以，而且即个少年囡仔本来吼，就重症的迄款机会就真低、真少。啊，尤其即马佫是 Omicron 就佫较少，所以伊看起来真严，啊是真高工，啊真在理想的条件下吼。伊安尼做是无要紧，但是伊愈做愈济，伊即马可能会用了足侪人。我嘛是咧烦恼讲，你即马甲你的人力拢来用来做这个时，你是毋是无时间来做别项代志？哦，这嘛是一个量能的问题。这嘛是一个量能的问题，因为这吼看起来拢变做是地方，吼，你即个学校是伫咧倒位？是。啊，你即个地方的市政府就爱管区的市政府，还是迄个卫生局就爱做即个代志。是。看起来感觉较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吼，咱即马开始就爱有一个准备，讲可能会暴增的情况的时阵吼，这地方的政府应该上重要的就是每一工清点伊的量能吼，伊的资源，就是伊的药啊是偌济，伊的病院的款床位啊个偌济吼，啊这居家检疫，你即马已经满啦，啊即马也是讲你即个你即个。社区的遮的人吼，你即马有偌济人爱去照顾，因刚刚洪医师有讲，这医生爱照顾踮个社区的人，安尼是有够无够，这是较重要啦吼。啊，伊即马来做这做家呢，啊，我烦恼讲啊，佫有一项代志，可能大家无啥咧注意到，就是讲吼，英国的资料甲咱讲，伊做一个伊迄足侪迄个大数据的迄款迄个来做迄个。case 病例对照的，刚才 case control 意思就是讲有病人啊，有来配对来比较讲吼 ，Omicron 跟 Delta 吼，到底多一个吼，到底 Omicron 有较轻症，有较就是比较弱毒哦。啊，伊会比出来就是讲吼，拢有吼有注意防下，无注意下，拢是真。Delta Omicron 跟 Delta 比差足济，啊每一个迄款年纪拢有甲看。除非吼，一个无共款的，就是讲9岁以下的囡仔，迄个10年的时间吼 ，Delta 个 Omicron 的致病性是共款的，伊就是主要就是看讲你破病了，爱去住在病院的机会是偌济吼，风险是偌悬的时阵，迄拢真低，就是安尼，迄个度是看起来是安尼，啊，愈悬的时阵，当然老人就搁较悬一点嘛，但是拢是。1以下，但是到即个9岁以下的囡仔的时阵，伊是共款哦。所以咱爱注意，当然佫提醒个，就是讲本来这细汉囡仔有需要住病院的机会，就是无真济啦。但是你嘛是爱注意这细汉囡仔，所以。伊无甲即个有注意用下，甲无注意用下分开，我咪是感觉有一点仔奇怪啦。好，咱来请教叶医师吼，即马病毒轻症化吼，侪家长拢开始感觉讲，囡仔学校若是停课吼，伊伫厝内吼，比确诊搁较严重，搁较恐怖，大家拢咧叫毋敢吼。总是英国的做法是安怎？因敢有亲像安尼规定，还是讲完全拢无出现确诊者共款，大家嘛是。学校无停。
哦，好好拢无停啊。是，拢无停过。2020年的后期到2021年到2022年，好拢无停。是，对，是，就是出现抗真正共款是上课安尼。对，因有快筛啦，就一礼拜快筛2届。是。但是英国的快筛拢总是免费的。哦。PCR 快筛完全拢是免费啊，到这个月才开始要爱收费。是。因为这疫情已经在英国其实是结束啊。是。所以伊快筛开始要收费，但是这个月进前完全拢是免费的。药啊，当然嘛是免费。英国是NHS 差不多亲属阮的健保。是，那是照医疗的资料来看吼，就是囡仔人得到 Omicron 病毒了后，伊敢会较严重，还是讲做真足严重的后果？对，阮这在 Delta 进前，阮就做足侪资料甲分析，因看到一个问题是18岁以下的囡仔人得到 COVID。死亡的人数是100万的人，才有2个尔。哦。这是足低。所以伊看足侪资料分析，看了以后，伊感觉囡仔人其实爱注意，但是免遮欢乐啦。是。对。无注意方下，其实得到 COVID 其实嘛免遮欢乐，爱注意，但是免欢乐。是。其实因的5岁到11岁，咧拍预防针以前，差不多40%到60%的这个囡仔人，拢感染过 Omicron。哦。对。伊嘛做侪分析来看这个 ICU、PICU 的人数，对 Omicron 有较清悬啊无？但是轻的分析轻的研究，看起来其实差不多。哦，是。其实无清悬。咱来请教洪医师吼，在你看第一线来看吼，即马囡仔人伫学校的状况是安怎？敢有接到侪确诊啊，还是讲出现较重的症状的病人？咱台湾的资料分析，交英国应该是共款的。当然，因为即马Omicron伊的传播力会真悬，难免有一寡较细汉的囡仔，伊会传染了较紧等吼。但是基本上应该是大部分拢真 OK 啦。不过何老师都有讲了，咱12岁以下是完全拢无注意用下的。是。12岁到18岁这国高中生基本上开始拢是 BNT， 用咧讲拢做2堂过啊。是。你校内底有做，差不多拢9.5、9成以上啦。即阵咱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有开放。即寡青少年因为即阵拄好无 BNT， 所以迄阵第2堂做无到的，若是要做的时候，用用莫德纳来取代，安全性跟效果。状况安怎？拢无问题啦，安全性啦、效果啦，这拢袂歹。是。因为伊是第2堂嘛，第2堂所以是0.5cc 的迄个全剂啦。是。但是疫情指挥中心阁无要准备开放即寡青少年做第3堂啦。是，所以某一个程度伊是到底是因为是安全性伫咧比较谨慎，还是讲 OK？ 其实国内外的资料就已经证明讲，做2堂对即寡较细汉的囡仔已经有够啊。我相信即寡囡仔本身的抵抗力就算袂歹啦。是，当然有一寡例外啦免疫力较无好的等等，迄另外我讲。一般这青少年体力应该是拢袂歹。所以基本上，离阮台北市的即寡台湾200几间、250间的这诊所，有咧提供这疫苗接种的。即站因为有一寡青少年来补助第2剂啦，甚至来开始做第1剂嘛是有啦，因为开始家长有人写会烦恼这样烦恼迄样，就想讲毋免做。即马即站发现讲较严重应该若无做的，就拢用咧做。即马拄好无 BNT， 莫德纳效果其实嘛是袂歹。是。咱最后请教何老师咱看到台大的陈秀熙医师伊讲就爱观察死亡率了解这个 BA.2 的病毒，若是重症率、死亡率较悬，南韩甲澳洲就无适合做这个居家照护这个措施。伊所伫关心的，还是讲伊咧要义的物件是啥？是安怎会针对这个居家照护来看这个死亡率甲重症率咧？因为伊是惊讲你居家照护的时阵，传染会互人较济。哦。
会较容易传染互厝的人嘛吼。而且你踮咧厝的，你照顾，伊是惊讲若变做重症啊，你佫毋知影。但是我是感觉讲，这款问题应该，我感觉应该是无这款问题，因为咱的指挥中心伊应该有资料，即马因为足侪人吼，即马轻症的拢互你去迄个旅馆嘛。是。啊，旅馆甲厝的就是差不多，咱伊感觉无啥物资料讲踮咧旅馆，我感觉你是轻症的，啊踮咧旅馆内底的时阵，啊你变重症。是有还是无？伊会当甲咱讲啊，会当讲，伊会当追踪讲啊，什么款的人变重症，是有还是无？还是几百个人，是几千个人，几个人，即款代志。因为欧米狂伊主要也是上呼吸道的感染啦吼，所以迄毋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我感觉居家吼上重要就是咱爱去注意几项啊代志。即马咱台湾人，咱就看新北是安怎做，啊看了做了好啊歹，看是安怎，因为真侪妹妹角角拢爱注意啦吼，咱袂当惯势。但是即马袂当互大家想讲吼，我踮咧厝的啊，我就爱等药啊。咱的药啊可能无遐济，所以袂使互大家想讲，我踮咧厝你就药啊来送互我，吼，就是嘛是爱有高风险的人才会送药啊去，这即马就爱咱做切。